收听4月27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士师记的15章1到20节。士师记15章1到20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的19节。这里说：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，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，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。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，所说的是正直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他要人活出那公义的生命，成为公义的器皿，要人活在正直道路当中。即使在看似艰难、看似黑暗，甚至是被非利士人统治40年的迦南地，上帝并没有在这隐秘黑暗之地没有说话，或者是让人觉得寻求他是突然，反倒在大家都没有向他求救，好像已经忘了有这位公义上帝存在的时候，他拣选马诺亚夫妇一家，拣选参孙的生命，定义他要成为一个公义的器皿，成为一个拿细耳人。可是啊，真的就像这个 RPG 祷告的经文说的，好像寻求上帝是突然的，因为这个世代的人活出来的生命，让人看见的故事，就像八点档一样，在各自的软弱，在各自的罪恶中，想在对方身上去讨那个公道，去讨那个公平正义，结果是越讨越糟糕。就好像延续昨天的经文，参孙的岳父在参孙赌输了之后愤怒，然后就走掉，结果他把原来参孙的妻转嫁给他的伴郎，然后参孙在这里讨公道的方式竟然是说，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，不算为有罪。或许这是参孙的岳父做错的事，然而参孙回应的方式，要去讨的这个公道，却是延续到整个非利士人。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在非利士人的统治当中，然而参孙他因着有上帝的恩典和能力，他一点都不怕他们，他的能力，他的力量的确也能够战胜这些非利士人，如同昨天他在经文当中杀了这30个非利士人，把这些衣服都拿去当这个赎价赌输了就要给他们衣服。他的确很有能力，但是他没有活出公义，还说这回我加害非利士人，不算为有罪。所以那上回是算为有罪咯。在这里让人看见，这是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彼此都想在对方讨公道，但彼此都不公义，又如何讨到那真正的公义，真正的公道？而且在这个时代，在今天的经文更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一个苦境当中。当参孙呢，因着岳父违背他们之间的约定，他就拿这个狐狸的尾巴一对一对绑在一起，就丢到非利士人的田里，烧了他们的这些庄稼，这些正在养的可能要收成，可能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收获，就这样烧掉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然后做完这件事呢，就跟上次一样，他又跑去躲了起来，躲到一个洞穴里，而这个洞穴里刚好在犹大人所在的地方。于是这些犹大人就很紧张啊，他们不正在这个非利士人统治当中吗？
就以色列人当中竟然出了一个参孙，他没有活出上帝的心意就算了，他还带来我们生命当中的麻烦。可是我们又听说这参孙非常的有能力，非常的有力气，如果我们单独去找他，可能我们会遭殃。于是在今天的经文说，有3000个犹大人就下到这个以坦这个地方的这个洞穴里，要去找参孙。找参孙说，我们已经受到非利士人的辖制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是想要害我们吗？参孙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任意而行，不过他这时候有想到他的同胞了。他说，那你们把我绑起来好了，但你们要答应不能够杀害我。于是讲定之后，就到了这个洞穴的门口，犹大人要将参孙交给非利士人。可是就在那个时候，上帝的灵又大大的感动参孙，大大的临到参孙的身上，他手臂上的这些绳索就好像火烧的麻，意思就是很快的一下就碎掉，一下就这样子变粉，然后掉下来的感觉。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拿了一个他原本也不该拿的，就是死掉的驴，他的驴腮骨还是湿的哦，还是湿着，就代表说它不容易碎掉，但是也代表说它是不洁净的。他就拿起来击杀了1000人的这个非利士人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这段的经文让人看见，不管是非利士人，是参孙，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犹大人，他们在这个时代，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人能活出公义，然而他们彼此似乎都让我们看见，没有活出公义，却想要寻求公义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。上帝在这里仍然出于怜悯，帮助他们。而就在今天的经文，当参孙拿这个驴腮骨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的时候，就在那里，他觉得很渴很累，出现了第一次对上帝祷告的话，也是第一次他承认他是上帝的仆人。他向上帝承认他是他的仆人，不过他仍然是寻求他自己的动机。他告诉上帝说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这些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他还知道很聪明，知道要跟上帝谈条件。然而我们看见上帝面对这样软弱的生命，他仍然是实用，他仍然是忍耐，他仍然是宽容，让参孙能够有水可以喝。在今天的经文最后又再讲到一次，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那个没有公义的情况中，人的心仍然是想要寻求公义的。可是我们寻求谁呢？寻求谁才能够寻求到公义呢？上帝的心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透过今天 RPG 的经文，他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，他没有向我们说寻求他是突然的。然而上帝所讲的是公义，是正直。我们是寻求他的公义吗？我们是活在他公义的心意里面吗？我们愿意成为公义的器皿吗？再次的来默想这一章上帝的话语当中，让人看见他们所行的是出于公义的动机，
还是私欲的动机。我们要求主公义鉴察掌权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公义的器皿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公义没有向我们隐藏，主，你的正直也不是突然。主，你拣选你的百姓，定义他们要见证主你公义掌权，在这个不公义或者是没有公义的环境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再次的来思想，我们所行所做是出于主你的心意，是出于我们想要寻求公义，还是我们想要寻求私欲？恳求主你鉴察我们的心，更是帮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里有能力活出主你的公义，而不仅是活出自己私欲的满足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，若我们明白我们现在正处于在那挣扎里面，恳求主你的手来牵着我们的手，使我们勇敢走在主你的心意当中，一步也不偏离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。上帝的心意是定义我们成为公义的器皿，愿上帝的公义临到你的生命，也叫你的生命因着有上帝的公义，有各样的机会和盼望临到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